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係2026年3月20號星期五，歡迎收睇本週嘅波特蘭中文電視，我係主播 Susan， 多謝大家嘅關注同支持，我哋會努力為大家提供更多更即時準確嘅新聞資訊。以下就係本週嘅重點新聞：一、跨小溫哥華到波特蘭上班嘅人數下滑；二、波特蘭公立學校恐將會關閉5到10所學校。3. I-5 大橋重建成本飆升，完工恐延至2045年。4. 13萬頭灰鯨將沿住俄勒岡海岸北上。5. 波特蘭一條主幹道要改名。6. 美國居民今年退稅人均約多咗350蚊。下邊請收睇新聞嘅詳細內容。長期以嚟，唔少居住喺華盛頓州 Vancouver 同埋 Clark 縣嘅居民，日日要跨越 Columbia 河前往俄勒岡州返工。不過最新嘅數據顯示，呢個跨州通勤嘅人口近年明顯下降。俄勒岡州統計指出，2019年約有7.9萬名 Clark 縣居民喺俄勒岡州繳納所得稅。但係到咗2023年就降到7.2萬人，減少咗約8%，相當於減少咗6400人。分析認為，遠距離工作普及係主因之一。好多原本喺波特蘭返工嘅通勤族改為居家辦公，不僅慳返通勤時間，亦避免咗喺俄勒岡州交所得稅。此外，波特蘭就業復甦速度偏慢，亦令到部分民眾轉向當地就業。相較之下，Clark 縣就業市場恢復較快，就業人數已經超過咗疫情前嘅水平，並持續增長，進一步降低咗居民跨州工作嘅需要。波特蘭公立學區財務緊絀，官員指出，受到學生人數下降同埋營運成本上升嘅影響，學區下年度將恐會出現5000萬美元嘅預算缺口，已經開始評估關閉5到10間學校嘅可能性。目前學區已經啟動咗節流措施，包括要13名高層管理人員放無薪假，並暫停部分行政職務嘅招聘。但係如果情況惡化，措施可能進一步擴大，甚至會影響咗教師嘅人數。學區董事會亦開展咗為期9個月嘅評估，審視學生人數過少學校，最快去到年底就會決定合併或者係關閉嘅名單。不過學區強調，2026到2027學年係唔會即刻實施。分析指出，學生人數持續下滑係主因。疫情以嚟，學區學生已經減少咗約12%，而未來10年嘅預計係會再降12%。連接波特蘭同埋溫哥華嘅5號州際公路大橋重建計劃再度面臨成本同埋進度雙重壓力。最新嘅評估預算，工程總費用可能高達135億到152億美元，遠遠超過咗2022年嘅評估60億美元嘅預算。目前兩州同埋聯邦政府僅僅係籌集咗55億美元，資金缺口龐大。官員指出，即使係縮減咗工程嘅內容，仍然可能會出現約22億美元嘅缺口。點樣籌措資金成為一大難題。而兩州嘅州長均表示，現有大橋存在咗地震倒塌嘅風險，重建勢在必行。不過，由於通脹、關稅同埋施工延期等工程嘅因素，令到成本持續上升。按照目前嘅進度，項目最早可能會喺2028年動工，完工嘅時間就會可能延遲到2045年，較原先嘅預期大幅推遲。新聞將於喺廣告之後繼續。俄勒岡州海岸一年一度嘅觀鯨季即將登場啦！今年春季預計約有1.3萬頭灰鯨沿太平洋海岸線北上遷移，民眾有機會喺岸邊近距離欣賞呢個壯觀嘅景象。州公園同埋休閒管理局宣布，春季觀鯨週將於3月12號到
3月21號到29號舉行，全州15個觀賞點同步參與，從北部嘅 Forest Stevens 州立公園一路延至南部嘅 Harris Bridge 州立公園。每日上晝10點到下晝1點，志願者同埋巡護員將喺現場協助民眾點樣揾鯨魚並提供解說。而知名嘅觀鯨點 Depot Bay 亦將會開放觀鯨中心，提供望遠鏡同埋導覽服務。專家指出，春季氣温穩定，白日時間長，加上灰鯨北上嘅時候離海岸線比較近，係全年最佳欣賞嘅機會之一。後期仲會有機會睇到母鯨帶住幼鯨同行。因為性侵指控引發爭議，波特蘭市府正評估是否將 South 主幹道 Sister Service 改名。市議員表示已經啟動咗程序同埋社區討論，未來可能會用另一個勞工運動人士命名。Civil Service 係美國知名嘅勞工領袖，曾為農場工人爭取權益，推動罷工同埋抵制行動，被視為民權運動嘅主要人物。波特蘭市喺2009年將原先嘅39大道改名為 Service 大道，象徵對拉丁族裔嘅肯定。不過，《紐約時報》近日披露，有多名女性指控 Service 喺1970年代涉及性侵事件，其中仲包括未成年者，引發咗社會嘅震驚。部分團體已經表態譴責並取消咗相關嘅紀念活動。市府表示，更名需要社區討論同埋聯署程序，目前尚未做出最終嘅決定。而呢項事件亦引發咗外界重新審視呢位歷史人物嘅評價。根據計算，今年報稅季退稅金額明顯增加。國稅局最新數據顯示，截至3月初，納稅人平均退稅金額達3676美元，較上年同期嘅3324美元增加咗352蚊，漲幅超過1成。分析指出，退稅增加主要係同上年通過嘅新稅改法案有關，其中包括咗小費、加班費同埋汽車貸款利息減稅，以及提高咗州同埋地方扣稅額、家庭同埋長者減免等措施。不過，實際退稅金額仍然低於部分專家同埋政府先前預計嘅800到1000美元增幅。隨住新規上路，報稅流程亦變得更加複雜。今年國稅局網站流量年增超過5成。截至目前為止 ，IRS 已經處理咗超過6000萬份報稅表，發放退稅總金額超過1600億美元。距離4月15號嘅報稅截止日期仲有數週，尚未報稅嘅觀眾要留意啦。以上就係本週嘅重點新聞，佢哋嘅詳細內容可以喺波特蘭新聞嘅網站、Facebook、微信公眾號同埋手機應用程式上面睇到，亦可以請到我哋波特蘭中文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上面收睇都得。本週嘅波特蘭中文電視就到呢度結束啦，多謝你嘅收睇，下週同一時間再見。